感谢上帝，有留咱的活命，互咱有这个福气来敬拜后生。咱上帝实在是活我的上帝。咱会早起牧师用这个圣经题目，甲咱而遮三书。我定咧读这个圣经的中间，我足侪体会甲感动。我定咧读这个，咱而早起所读的路加，你甲你讲藐视救恩，藐视救恩，用你看轻。你会记牧师定咧甲咱提醒，茫袂记。咱教会有啥物节日？咱的教会有啥物收啥物圣餐？牧师拢特别甲伊提醒。你就要知，你就要知。我两拜六时我来咧看咱的教会，我咧整理这个物件。我就是一条椅我就甲瞧，内底啥我就甲用落好势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上帝看重你的，毋是你伫咧足多人的面前咧做啥物代志，是你迄个心。牧师在咧甲你讲，上帝看重你迄个要紧。迄个第要紧的心，所以茫袂记圣经上帝嘛甲咱讲，上帝看咱的什么内心，毋是看你的表面，毋是看你的表面。咱知影即期的教会公布，可能你若伫即期的教会公布，我会叫马太丢了迄个印，后礼拜甲迄个教会公布迄篇见证甲印出来。即期的教会公布就是陈章的伊的见证，伊写一篇见证伫面顶。伊甲上帝讲伊做假见证，讲伊做假见证。伊是伫咧某一间教会，迄间教会就不是韩国去韩国去倒个，就不是咧讲方言伊拢甲上帝讲安怎讲，所以伫即篇内底。你讲伊安怎做迄个假见证？伊甲上帝承认讲，求上帝怜悯甲赦免。弟兄姊妹，咱就是讲，你伫教会是啥物？你拢看到一个表面，一个表象，你毋是看到实际。所以牧师定咧甲你讲，莫看表面，你的心最要紧。你袂当来，但是你的心永远甲咱的。万民教会相较异，你有迄种的心，就是这间教会是上帝特别设立，你是伊的骹手，你欠一支骹一支手都袂使，你就是要有迄种的使命感。咱的教会伫这个所在建立你20周年，20几年，拍袂记，你有迄种的使命感。牧师定咧鼓励咱，定咧甲咱讲，咱的教会每一个人若是讲亲像安尼。无在意山崖即间教会无法度人继续。所以，拄则我带咱的圣歌队祈祷的中间，我有讲，咱毋通想讲咱咧圣诞节到暗暝咱伫遐自餐逐个伫遐娱乐安尼尔，迄个姊妹毋是安尼。咱是安怎办即个活动？咱就是要传福音。牧师有讲，我会记我头一年来有你逐个拢叫。安尼好，安尼叫你的亲戚50安尼，逐个拢来参与，会记的袂？一当两当，3当，你的迄个心，你的心当落，当袂记的。暗暝毋是教人娱乐食饭，最主要是安怎传福音。所以牧师有甲你讲，你着叫你的亲戚朋友50来，趁你的机会，就是牧师咧讲传福音传福音无偏颇啦。你就要互，拢是一个呛死，拢是一个时机，有无机会？今日你透过这边，你甲讲一个，伊来到地，伊会得到。这是一个机会甲时机。上帝要奇妙，要迄个稳定，要互什么人？这是足奇妙的代志。上帝就看你的心是什么，你有迄种的迫切的心。我说要甲你讲，无什么代志袂当食，就你无心吗？你爱上帝甲你祝福，你亲亲在在妈妈有，要来上帝甲你祝福，你拢会 complain 会埋怨，为什么？你家己无咧想讲，你家己有心无？
你家己有注意无？咱今仔日足欢喜，看到就伊，我咧食起安尼，看到上帝，我看到一个面，我毋捌看过，忽然间入来，就是曾月珍，哦，咱拍波啊欢迎庄月珍，小姐好，小姐，我知影讲伊过去，伊讲伊过去捌伫迄个郑州咯，哦，迄阵教会伫遐的时阵，伊捌伫迄边嘛吼，啊，咱毋知中间有捌伊人，毋知捌伊的人无？有捌伊无？哦，所以我足奇怪的吼，因过去，即个人过去，即个曾小姐伊过去捌伫个科牧师的教会迄边，伫遐参会礼拜。牧师要来讲，每一个人来到咱的教会，你着爱治，你着爱想，你着爱看，这是油，这是上帝油，你毋是讲啊，我去，你着爱甲记，这是上帝油，一人要得救。伊讲伊安尼出去了，伊去华联哦，做迄个民宿，啊，转来毋知安怎，伊甲我讲有拄着一个试验，拄着一个问题，了伊即摆忽然间今日伊个倒转来咱来教，伊住伫咧新生街遮尔，兄姊妹，人袂记，咱来替伊祈祷，咱的一只羊仔佫倒转来，伊来替伊祈祷，伊叫做庄业珍。曾月珍，哦，所以毋通袂记，伊我写曾啦，吼，较早是郑州，你要安尼较记号较紧，哦，庄小姐，吼，啊，嘛，上帝愿上帝保守，吼，互你会当逐礼拜，甲阮伫遐参悟，嘛上帝万全你，吼，互你更新出发，吼，有上帝恩典，定来甲你相甲伫咧，啊，毋知牧师佫有介绍无对，咱佫今日有时来，啊，迄个小福查某囝，吼，哦，迄个细汉的敢是？哦，好，咱拍波啊，哦，啊，今日特别要来看伊个阿兄要受洗，啊，特别要来甲开门啦，那个继续吼，我讲以后你则近日啊，若要来，嘛拢会使啦，吼，或者安怎叫？新梅吼，啊，李新梅吼，哦，甲迄个真心梅共名，差一字姓尔，哦，李新梅吼，好，啊，咱望上帝保守吼。可以当安尼，佫较有勇气，佫较有气力吼。伫家庭，甲妈妈做伙我讲，妈妈伫新的开始，新的年，吼啊，甲厝用个好势吼，啊，做一个家庭礼拜，一个新的出发。牧师甲你讲，上帝保守甲看顾，啊，你迄个所在要讲做一个福音站，福音站。哦，你听牧师甲你讲，你个恩典满满，你会晓做福音站，你去家己开。家己会当照着迄个来做，什么款的？为主来做，为上帝来做，上帝太会甲你祝福咧，啊！所以哦，望上帝保守咱，看顾咱三较同心来祈祷。再被感谢你，互阮佫一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你，让互你的罗卜所讲甲听，拢白着你的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个主耶稣道名来求，阿免，咱万袂记。今日是上帝所设立之，所以咱就安啦，欢喜快乐，欢喜快乐，因为咱是安啦。有人甲我背起来哦，我说咱是安啦，有信心的啦，信心灵魂得救的啦，哦，咱是有信心灵魂得救的。啊，一早起，咱看到这个圣经站，咱对头到尾咱真长啦吼，啊，咱呢。迄山丢了哦，我会再看到伊安尼穿啊水，我讲安尼才对哦。伊讲啊歹势，讲安尼才对啊。来敬拜上帝施花哦，你是施礼咧哦，安尼才对咧。穿到水来见上帝面啦，哦对不对？所以上帝保守啦吼啊。哦，咱来看到再去，牧师来讲圣经在，咱毋知有啥物感受。当你大家咧看这圣经在，你毋知有啥物感受？哦，伫圣经内底有足多真理，其实这个圣经的道理咧，甲咱教示的中间有足多真理伫这个内底。咱做基督徒软你的福气，你看，你伫上帝看你叫做宝贝，你要咱伫上帝邀请你进入上帝国度。哦，啊，但是当然伫这个圣经内底所咧甲咱讲的是安怎藐视这个救恩。咱帮做一个藐视救恩的人，
咱安怎来思考，安怎来修吼，咱会再去讲救阮的邀请，哦，咱伫圣经吼，咱提示内底有一句字眼有无？伫咧第几节？18节有无？当伊找人去邀请伊个时阵，讲啊啦，圣经讲啦，正人做伙同一个口口，同一个话语，讲啊啦，提示，讲共款的提示。因为牧师定咧甲你讲，定咧甲你讲，来啊，你拢共款讲一句话，共款的意思。但是足个机会，牧师定咧讲，咱传福音有足个机会，我定咧甲你讲，邀请恁什么人？邀请你做伙来，你买到邀请你的兄弟啊，邀请你的做伙来，圣诞节到啊，对不对？爱做伙邀请伊来，有个人是歹势，有人久久无来，不要紧，邀请伊来，迄点开始，伊就开始来接近，哦，所以尽量不要紧，哦，所以提示，伊先内底有一句提示有无？是咱的人生中一种真普遍的行为，啊，现在因为你无兴趣。啊，感觉你无聊，哦，啊拒绝啊，我今仔参加也无意思啊，哦，啊，也有可能是你家己无不会，啊，家己久久无见效，啊，足无做啦吼，啊，足无用，哦，啊，无可奈何啦吼，啊，无可奈何，啊，伫遐来提示，伊家己遐提示，但是牧师来讲，不管什么款的因素，啊，是今仔日邀请咱。是就已经进进入分享的任务的时阵，啊，你所咧做的是啥物？哦，你收到的时阵啊，一定收到一份啊，哦，这个分享足重的一个啊，请帖得着，啊，对不对啦？咱就会啦，袂安尼啊，清彩就甲提示掉，哦，这邀请帖足分享足重的人嘞，总统，哦，啊是讲安尼。行政院长还是讲什么？哦，请特别请你去参加什么？哦，不得了啊！啊，你敢会讲哎，甲提示了嘛？无可能。你连去甲人讲，哦，你看人你看人总统咯，你看，请我叫我去甲介食道咧，介做伙食饭咧，哦，我伊也要死，不想倒头甲人讲。所以你袂足轻浮，你袂足啊，清彩甲提掉，相对你安那真隆重啊去参加这个宴。哦，咱借着今仔日经文，咱做伙来思考一个，咱感觉真 exciting、足兴奋的一个邀请。所以讲，你进入上帝哦，你进入将来进入迄个上帝国，这无 exciting 吗？这无足兴奋吗？你要进入上帝国，要甲主耶稣伫遐同齐道咧。偌济人无这个福气，我甲你讲。我体验袂来底，一直讲，一直甲邀请，一直甲伊拢甲你提示，这足多人无这个福气的，哦，所以咱爱好啊把握就第一点，咱大家来想，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印象，但是机会17节你讲啥物？上帝讲啦，上帝话讲啦，逐项拢交备啊，哦，逐项拢交备，拢准备好啊，表示这是真无条件的一个印象，表示咱天顶的。被上帝，伊足好客，伊足啊啦，足哦，你什么人来拢袂要紧。啊，甲阮爸爸嘛足好客，哦，安泡茶啊，逐个拢来伫遐咧，啊，伫遐开讲啊，伫遐食茶啊，咧，阮爸爸咧，我拢讲哦，伊安足好客，哦，啊，泡茶落去啊，逐个都拢来，厝边隔壁啦，还是讲哦，伫遐几堡的，阮咧方院哦，无1堡、2堡、3堡、4堡、5堡，你知？啊，几啊堡人。哦，迄讨海啊，为个讨海，为个建筑啊，啊了拢就走来阮店面伫阮的厝伫咧店头迄个进口迄个所在，我逐个拢伫遐泡茶，我拢好客来，哦，后来阮一个大兄来，我学足好客，哦，逐项，哇，教我遐啊哇，拢真海派就对了，吼 ，OK， 咱知上帝已经慷慨咧替咱准备迄个。救恩的印象，牧师爱讲救恩。咱有一个人咱讲啊，牧师啊，咱教会来甲讲道理，讲道理咱的教会道理甲其他的道理有影？你看什么叶教授啦，哦，讲啊规大，你去看电视拍，大家拢咧讲道理啦，讲道理哦，讲啊规大堆，哦，食后牵
牵东牵西啊，牵啊规大堆，你注意甲听，注意甲看，伊足侪问题。基督教甲无修养乱是，咱咧讲，毋是咧讲人生的大道理，咱是咧讲啊救恩、拯救、得救，伊个生命、灵命内底迄个生命，迄个得救的物件，这是甲咱无共的所在。所以救恩的印象，所以呼召人入来享受啊啦，天顶同样的属灵的福气，啊，咁啊啦，一切关于生命。甲敬虔的代志，因为你注意听牧师咧甲你讲，你注意我牧师咧甲你讲，你属灵福气，关于生命甲敬虔，有无？咱来到教会，你常听到就有敬虔，你外口听啥物道理，要甲你讲啥物敬虔无敬虔，哦，所以有当时你要关于生命甲敬虔的代志，哦，所以咱伫会晓领受，哦，英国的拜有一个女王，伊捌伫咧生日迄天，伊邀请市内所有的人，甲伊做伙啊啦，共年会的人啊啦，到即个皇宫伫遐参加聚会，啊，伊要送伊啊啦，送伊一个纪念品，足贵重的纪念品，就是讲每一个人啊啦，金币一枚，哦，金币咧，你看咱即马金币啊摆咧去卖有啊，哦，大家要摆，佫到尾啊摆到尾啊，我人拢买了，所以。金币做纪念，因为啊，人数伤过济，因到尾就用啊，抽签的，哦，抽到你才会当入去将来啊，甲伊做伙，哦，来伊亲身来送你，哦，啊，所以参加的人拢感觉哇，这无限的光荣啊，吼，小强，一直到今仔日，上帝继续咧邀请人啊，进入伊的国度，毋是你免抽签啦，哦，你免用抽签的，啊，你嘛啊啦。无限制、无条件稳定，就这样啊，甲输完哦，其实两个要进入上帝国有无？即免抽签，哦，啊嘛无讲你读册讲啊，你牧师讲啊你学历啊你高中毕业尔，啊你讲你迄高中毕业尔，像你大学毕业尔，你还佫读啊博士，你才会当安怎？无啦，无条件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嘛毋要看你的家世，哇，恁兜有几个人啊？恁兜有好业无？无啊，拢毋免，有无？任何人拢会当来，啊，所以万袂进入上帝的国度，毋免抽签，无限制、无条件稳定。所以这种的救赎稳定，所以这种的救赎稳定，毋是安怎廉价，毋是足俗的，哦，毋是足俗的，这是比世上一切更较有价值。所以讲，啥啦叫做为足俗的福音？这就是你平时牧师无定咧讲，上帝调咱来做伊的囝，毋是安怎，毋是要来调你。有足侪人咧做上帝的工，有足侪人咧服侍上帝，有足侪人讲啊，我甲安尼足忝啊，足艰苦啊，上帝本来就甲你讲，你要做伊的工，毋是互你爽快的，还是为？伊调你来为着伊安怎死，咱若讲到死，这是。你也知这是偌年的，人嘛，拢无爱讲死的代志，对不对？这是偌年的 serious， 迄个严肃的代志。讲到死的问题是足严肃的，你想看觅？所以，毋是廉价福音，毋是廉价，是比世上一切佫较有价值。就马太福音第28章，你看18、19、20是啊所特别记载什么？自从耶稣过活了后，啊啦。伊就将这个宣告的书面托付伊遮个门徒，讲来你着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，有无？你着去普地的传福音，有无？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有无？互因来正做我的学生。所以，伫这个车条已经啊啦，这种的车条已经经过20几世纪啊，有无？一直到今仔日，人若对咱若是对这个福音的、这个呼召的这个回应，就是安那。就是你有该回的，就是你讲天国宴席的请帖的点啦，你互伊一个，有咱今日咱足趣味，咱今日来结婚的人，一直到今仔日咯，足趣味哦。咱结婚的人拢会安那，我记较早毋是安尼咧定期咧，咱你若人要结婚拢会一个迄个限互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叫你安那回条互伊，有无？讲你有确定要来参加无？
哦，你若要看到要参加迄个回调，伊按照这个回调才去安怎定倒啊。啊，若无就超过，啊，若无就是收少，无就是收济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话今日足注意，咱今日发展到今日这时代变安尼吼，较早无啦，较早拢大用恁兜的人大哦，恁兜的人啊，恁几个，啊，就讲啊几道啊，啊，到时才讲当面安尼画东画西，但是今仔毋是哦，今日邀请调你，啊，你就要有一个回调吼，啊，所以咱对后面的回应就是就是迄个请帖的回荐，就是你甲回转去，啊，即摆就是一个决策的时间。我所来讲，即摆就是决策的时间，这就嘉颖阿甲，迄个书完赶快，上帝甲你邀请，啊恁有做回应你讲决心今日要进入上帝讲，第二受邀请的一个责任，咱在受咱牧师要咱受邀请的责任，可能你爱对两方面来思考，头一方面就是啥物？啊，这个天国宴下的邀请是上帝主动发出来的，安尼机会。代表我祈祷中间有啊，若毋是上帝旨意，人绝对无法得到。所以讲，这是上帝恩典甲福气。咱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况的下面，无论什么款的情况的下面，你有洗了后，你也未洗了后，无所谓。咱会当来教会，这是一个上帝恩典福气。真正，你看外口遐济人，几啊千千万万的人，还佫无明白上帝。你想看觅？透过你的翁婿，透过你的先生，伊圣经内底嘛有讲呢，有无？你会记圣经内底？这个哥林多还是保罗伫咧哥林多真读书呀，有无？有无？讲无信的人嫁完啦，有信的。啊，这个有信的讲啊，你太多，想讲你无可能引带你的先生嘛，有无？啊，这个做翁婿的人有信，做某的无信。伊讲这个先生甲这个先生讲，你太多，就讲你无可能引带你的太太嘛。啊，因为有信。伊甲你做伙，即个牧师会灵解啦，我有机会甲咱做伙来阐述即个主题。因为三甲做伙，你的囝儿啊，拢得到福气。因为无信的人愿意甲你做伙，甲你有信的人做伙，互你后的囝儿拢当得到福气。我来讲，这几啊千年前上帝教示伫内底啊。就甲你讲啊，有足多人到今日哦，佫袂当了解，袂当明白哦。牧师伫遐提示啦，足多圣经内底婚姻的道理啊，婚姻结婚了后迄个道理，足多拢伫圣经内底。真正，你看我有时讲，你真正你逐工啊注意，你看足多消息，你注意甲看，其实拢伫圣经内底。所以讲到倒来，这个毋是咱的主意，是上帝，是上帝旨意。所以人绝对无得到，所以但是人若无愿意去赴宴的时阵，上帝也袂强迫人。袂讲啊，你无愿意啊，就我一定甲你强迫，嘛上帝嘛无爱强迫人。确实是安尼。其实咱来接近上帝嘛是自由啦。有一天你家己思考家己受决心，所以上帝也无强迫，只是讲伊爱甲你发出邀请，你差不多你。请帖互你，你差不多会当来安怎？所以个人的一个选择重要性，就是讲上帝邀请甲人的一个接受，是袂当缺陷，就是互相的啦，互相配合。所以人绝对无可能救家己。基督教真理是咧甲咱讲安尼，人无可能救家己，但是会当互家己袂当安那得救。这句话你注意听。人绝对无法救家己，但是你会当互家己袂当得救。牧师甲你讲，有人爱甲你讲，叫你着毋通啉，叫你着毋通食毒，叫你毋通啉，你着偏偏一直食，一直啉活。人就要来你救，你家己佫无爱救你家己，咱嘛无法度啊，咱无法度无啊，无法度啊。所以照着拒绝福音的邀请，互家己伫宴下的外口，伫上帝看来是人生的生命中间上大的悲剧。就是讲，你会当做决策的时阵，结果你无做决策，我上帝感觉，看来就是人的生命中间上大一个悲剧。
局，会当讲啊，就是古代上帝啊，会听，上帝听。咱每一项拢是上帝所宝贝，今日甲15件万袂记，包括有信甲无信，拢共款哦。来，第二个思考是啥物？人袂当啊啦，不管你用任何教教来拒绝，或者体系，拢是上帝袂当接受。哦，拢是上帝袂当接受。伊讲咱拄则做读迄个圣经站有无吼？伫譬如中间有无？为着事业啊，你讲阮兜还佫有迄产能啦，哦，我那产能足济，啊，阮兜安怎？哦，一个地，我着爱安怎？讲哦，我买5对的牛啊，啊要去安怎？要去饲一个，哦，啊，佫有一个讲，哎，啊我拄仔娶某尔，家庭啊，好无？有譬如事业、家庭的理由来拒绝。咱看圣经几啊千年前就咧写即种的物件，足趣味。你若看到现代来讲，哎，差不多咧，差不多。哦，咱来看到现代。看，这代志，哦，足相像，哦，啊，看这代志，你比创造伊、攻击伊，甚至创造咱、攻击咱，甚至要将救恩赐予咱的上帝啊，佫较要紧，啊，毋是安尼，咱就是爱去想啦，咱就爱去想，啊，袂比这较要紧，所以牧师有定咧讲，你就要注意，咱的教会真要紧的日子，哦。感恩节，咱的教会真要紧的日子，这圣诞节，咱的真要紧过活节。你千万你着甲你的 schedule 内底小可一年内底，小可看，啊到时哇，啊太也拄好，啊咱 miss 去，咱嘛无法度，哦，所以忘袂记。这对上帝是何等的侮辱，因为救恩是白白，哦，你若是要接受。你就爱放下真侪其他的物件的拆开。我拄甲你讲，真正你若是要接受，你就爱放下真侪其他的物件的阻挡。有当甲你阻挡你袂当来，阻挡你袂当安怎，你就爱注意。哦，我就听咱的为咱的教会会友的人安尼，我最近，我说我若到拜鬼吼，我的身体就足歹，我牧师就甲讲，啊你来祈祷啊，到拜鬼，你来准备拜5、拜6、礼拜就开始祈祷，拼命祈祷啊！啊，大家拢安尼，到伊讲要来的时阵，像今日嘛是共款的，我嘛有敲电话给伊啊。我说我讲啊，你今日才开始，无啊，我讲拜5就开始啊。我安尼你看，我迄撒旦的诡计，拢要阻挡伊来教会，你注意啊！我偌厉害！伊讲捌伫伊兜讲无啥。无啥会叫你讲迄撒旦偌厉害，所以你著爱注意啊，忘袂记哦。撒旦会借着你的身体，借着你的啥安尼软弱软正的时阵侵入你的内底，甲你阻挡你无爱安怎，无爱忙来敬拜上帝，上好啦，哦，伊上欢喜，吼啊，所以忘袂记，这个是上帝所定，所以救是白白，只要放真侪物件，哦，拆解你，所以咱就爱接受耶稣基督做主。就是咱要献身互主所用的时阵，爱真侪代志，你要学习啥？舍得哦，你甘心啊啦，放下咧，啊，爱甘心嘛，哦，我来讲的，迄时候，我若咧讲这，我想着死亡了啦，啊，牧师来甲伊讲，礼拜日，毋忙你会当 close up 来。哦，舍得啊！你爱放啥？因为咱教会对面，迄个咧卖早顿的，我咧无偌久以前，迄阵拄则看用，24休周休24，即摆咧，你有去看无？每个礼拜公休，吼，每个礼拜公休咧，人咧无听道理的。OK， 我所以甲伊免礼啦，吼，希望就。要献身互主，所以你着爱真侪代志，爱舍得，忘袂记的。你可能会想啊，牧师啊，我礼拜日我生理足济，我撒旦足爱你生理上，哇，惊我应该你啊，互你看歹去的，互你主动你足济做伊做上帝事工，互你调工互你足好咧。啊，你用感觉我来无影，牧师要甲你讲，迄拢一时的，吼。
哦，足侪见证。哦，伊礼拜你安尼休困，安尼平常时安尼生理偌好，你啊，好安尼做袂起，你知无？啊，礼拜你绝对休困。啊，平常时安尼生理上帝祝福伊，哦，所以倒变，哦，所以爱迄种诶，伊啊真诶爱学习啊舍得，若无即条路是行袂通诶。无需要甲你讲，基督教诶真理是啥物？无讲啊，我都安尼，你也要安尼，也要安尼，是绝对你无有第二条路啦。哦，无需要甲你讲。所以你看看，咱做人嘛是讲，咱个啊凊彩啊随便啊，有无？啊上帝，咱比如讲咱这位上帝。这位上帝确实是咱要敬拜有无？伊是一个凊彩随便的，安尼无需要甲你讲，啊你是敬拜这个上帝要创啥？对不对？敢是安尼？咱做人嘛是共款有无？咱做人甲人之间有无？你看这个人甲你讲，甲你约束好啊，啊明明甲你讲好啊，讲啊袂要紧啊，无凊彩啊，无看会当安怎袂？你就知影讲啊，这个人安尼清清彩彩，啊你就安那，你无法度去啊 trust， 你无法度去对伊信任，敢是安尼？人甲人之间就会当安尼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无需要甲因讲，基督教真理兼在你听起来，哦，啊对咱要求足严，就伊讲有甲咱咧同工咧讲啊，你若听道理就袂当步白狼，袂当啉酒，袂当食薰，袂当创啥物，你若听着道理，哦，唔对了啊！我传福音嘛，伊诚不是啦，对哦，啊，听到到地，你就袂啥物拢无自由，其实毋是安尼啦。哦，毋是安尼啦，无需来讲，毋是讲袂当食薰，袂当啉酒，袂当诶，无需来讲，咱有足侪人诶观念哦，迄个观念早时诶观念哦，无需来讲，因为宣教师来到咱台湾，看到咱台湾有真侪一个背景，有无？食酒食啊过量，有无吼？啊，遇到足侪问题，迄阵了后，基督徒讲为着要甲世俗分别，所以基督徒尽量咧甲你考虑讲，叫你茫啉酒食薰，茫做啥物安尼啦，啊，毋是讲。毋是讲叫你完全袂使，啊，甲咱今日要修圣诞，人耶稣是啊，葡萄酒呢，早时耶稣有葡萄酒呢，哦，耶稣有当时啊，伫保罗先生甲咱讲，有当时你的胃歹有无？胃若无好，啊，啉淡薄的酒有无？有无？互你的胃好，所以袂使过量超过 over， 想要 over 拢袂使。哦，这是圣经的道理，你甲因教示，你茫误解圣经来，所以你茫甲人讲啊。袂输咱甲教会拢逐项拢袂同，我迄甲听嘛惊着，听啊惊死，倒退几啊步，哦，敢毋是安尼？毋是安尼，咱今日传福音，咱今日讲啥物？你来照圣经的教示安尼来行，照圣经的道理，茫家己发明，无需无定咧讲，你茫家己发明，圣经上帝会安怎讲？你就要倒转来圣经，哦，啊，所以有即个第二只学习，若无即条路行袂通的，无需要讲啊种行，啥行袂通？啊，毋是安尼，就是安尼啊！哦，你毋是上帝魔鬼，就是上帝撒旦，就是上帝，足清楚分辨哦。所以牧师咧讲的话，有当时咱感觉哇，这是咱咧敬拜是哇，我的上帝哦。OK， 最后一点，咱三个会想，上帝普世性的公义甲主爱。哦，牧师在甲无信的人讲，其实咱比恁较大声。比这无信的较大声，啉捌这位上帝，安尼若定啦，无需要讲。你定定爱甲，有当你甲无信，你忘记是讲你足骄傲，毋通安尼。哦，咱做上帝囝哩，珍惜即种的稳定福气，但是咱袂当讲啊，哦，我听道理就比你较安怎，咱袂使安尼。哦，咱爱真爱谦卑，咱感觉感谢上帝，咱会当啉捌这位上帝。哦，咱伫生活中，我咧大方面，我咱有一个规律，有一个道。所以主耶稣讲啊，我就是啊，真理、道路、甲我行真理 truth， 哦，所以毋通袂记。这个，哦，这个咱看21-15啊，迄个罗伯顿啊，从这代甲伊的主人讲啊，哦，主人就安那生气啊，哦，主人就生气，安怎生气？当然啊，你讲是，你也想看嘛，伊今日邀请足侪人来食，啊，结果啊，哇，拢提示足侪讲足侪理由。哦，迄主人也无生气，所以这个主人伊听见受邀请的提示就生气。我兄弟姊妹，这是故事的一个转捩点啦。哦，咱来看到这个故事足趣味，你也看到这个故事讲到这个所在的时候，虽然上帝主爱是爱引带人悔改归，但是人若藐视伊的宽容，就是吞忍，就引起上帝迄个公义的心。
咱来看见迄个罗马书第2章第6来讲啊，伊要照达人的行为报应达人。搁伫个希伯来书第2章第3节讲啊，讲咱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还当得罪啊！哦，这是上帝几啊千年甲咱讲，这希伯来书甲咱讲，但咱嘛要来接受上帝救恩咧。牧师讲啊啦，阮伫咱最近咧查经内，咱做伙看查经啦。你看罗马书，咱查到第10章，哦，今日拄好有2位要洗咧，哦。你也看，你也免头拄仔牧师讲，你也免开钱，也免做啥物，也免讲你啥物条件是无条件的，只要你安怎，免咱食做上帝今日足趣味，咱今查经查到第10章，哦，罗马书第10章，第10章，咱顶礼拜是第50到11节，其中一下咧讲的是讲到到啊第9节，哦，咱对第10章第9节来，你若按照圣经做伙来看哦，第10章第9节讲啊啦，你若喙认耶稣做主，心内信上帝，叫伊对死过啊，就要安怎得救。第10节，迄个人心内相信，就会当称义；喙承认，就会当得救。因为这种的稳定，这种的稳定，你只要喙相信、承认。你的心内承认，哦，讲出来，甲你的心有配合，哦，只要就种心，你的内心甲你的行为，甲你的啥做位，哦，所以你的喙，你的心内相信，你会当承认，你的喙承认就会当得救。所以毋则讲咱有时啊，哦，西洋的中间，爱互你安那，你有确信这个是啥物？有，哦，你喙有，喙。来确认，哦，心内相信，你就会当啊，圣经只讲得救，这个字眼足少出现哦。你看伫这所在出现两个得救，你就要得救，你就要得救，就会方便去吼。甲上帝之外是普世性，上帝国的印象一直到今仔日，还佫有安那讲话，迄个上帝听世间人，爱每一个人拢得救。这是圣经上帝话，伊无愿你一个人争论，好无吼？这是伫个希伯来书，这个伫个提示咱，茫因为咱自卫人数，哇，感觉愈来愈济安怎，就家己遐自夸，咱来更加努力，引带人为主，咱大家就爱安怎，伫个你也佫活着，我袂记牧师常咧讲，哦，咱这前辈也好，咱这年长者也好，还是茫袂记讲啊，我老我袂当做啥物，毋是啦。佫伫你佫活地的时阵，你佮继续需要努力替上帝啊发出迄个请帖。哦，所以牧师讲，你忙啊，我会叫我拄仔来啊，不然到尾，逐个来规个救伊啊，爱不厌其烦呐啊，逐礼拜安尼不厌其烦，有无？咱有机会，咱就爱传录音，安尼教会若有传单，有啥物，咱共录喺人的信箱内底。即摆是你咧传录音呢，哦 ，OK， 咱。爱为着上帝发请帖，哦，更较济啦，摕着即个邀请函，帮助你，哦，来啊，鼓励，咱今日有祝愿节，哦，大家啦鼓励有，足侪人甲鼓励，邀请伊来负责演讲，哦，敢是，哦 ，OK， 哦，上帝教会啊，坐满满，伫拯救人到啊，哦，无人无啊多人去坐啊排啊位外口出去隔壁，哦，拢甲买，咱定咧讲，吼。咱接着福音的甜蜜，哦，可以接着福音的甜蜜，啊，系机会。咱相信这是主的心意，这是主的心意。伊是就是讲，伊照着咱所要完成的一个工作，哦，嘛袂记的，咱呢是照着咱。所以现时我头仔讲，咱每件重要紧，咱伫教会要创啥？咱就是上帝照着咱要传福音嘛，要传落别人。最重要紧，所以今日咱要搁一遍，要甲主堂提出，要领受伊的所修饰的印象。我出来甲你问，伊准备好啊？你骗到上帝要甲你赢啊！哦，毋通上帝的话，你当然啦，激励咱的心，咱当心三界祈祷。全能爸，我感谢你，
今日一个救阮的邀请，你邀请阮进入你的国度，主阮感谢你，你这里看重阮，阮是你所当家买来，不是廉价。主啊，就是圣经甲阮讲，是你开胃坐钱，甲阮买来。主啊，这里稳定这个福气，阮甲你感谢，是你帮助阮。主啊，互阮会当受到你的邀请，时刻刻也会当将这种的请帖来发落别人。阮努力去为着主你来传福音，将这个稳定福气来发落别人。主啊，帮助阮有教育开力能力，勇壮阮的心智力，为着主你更加最好的讲传你的福音。特别是这个圣诞节，佮要来临，这个季节的中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我那时刻去调你，时刻为主你来做工，传你的福音，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个最后说大家来求，阿门。